地方消息来看，今年2月，台中新光3越中港店爆炸，造成5个人死亡，38人受伤。台中的地检署侦查结束，认定讲这业者征收无申请许可，雅士的总开关无确实金付好势，包含总公司的副理在内，计共13个人去起诉。 民众伫超大型的耶诞树头前翕上楼纪念。台中新光3越中港店伫今年2月发生起爆了后，9月27日开幕。不过，迄当阵是造成5死38伤。台中地检署30侦结，认定业者涉内装修改装工程无依法申请许可，嘛无确实甲这个楼层的雅士总开关关起来等疏失，甲新光3越西口的店长、细户的护理含相关承包商拢总13个人，照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、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起诉。 认定被告星光3月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管理、承揽人员共计13人，分别涉犯刑法过失致人于死、过失伤害、准失火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提起公诉。检方调查了后发现，业者无提报消防防护计划就入场施工，听到雅士楼器的检查器了后，无采取替代防护措施，嘛无确实甲雅士的开关关起来，造成12楼美食街的主干管破损了后，雅士楼下，而且拄到热源造成起爆。新光3越发布声明，讲尊重而且配合司法调查，除了全台湾据点的总体检，嘛建立高规格的巡检，维护制度内空关风险。民代认为台中市府无掌握业者施工客载人力明显无够，爱检讨。台中市政府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么大的百货公司进行装修，员工、消费者都知道，却只有台中市政府不知道，不能够等到发生的事情才进行公安稽查。稽查的这个能力可看见，我们台中市政府是不足啦。我觉得在这个稽查的部分一定要做好，不然的话，这个真的意外不能再次发生啊。台中市督法局嘛表示讲，代志发生了后，除了随下令停工，嘛照建筑法罚因60万，接落来嘛建立全民独当制度，要求楼地板面积300平方公尺以上的商业场所，一定要设立现场供电告示牌。优先于全国建立一个全民督工制。我们针对 B3类300平方公尺以上的相关的商场的施工或室内装修，我们要求它比照营建工程，要做现场工程告示牌。台中市府强调讲，天然气管线施工是属天然气事业法来管理，嘛建议主管机关经济部来修法，含经法局订定驻地条例，建立天然气管线合格标准制度，而且纳入公安申报来确保施工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